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领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国企绿地集团所持200亿股权被冻结。近日，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被执行企业为绿地金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200亿元，冻结期限3年。这个绿地它的大股东、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最终穿透下去都是上海国资委。这个绿地暴雷也有2年了，现在只能说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它的这个现金流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更加严重，股权都被人冻结了。这可是国企昨天咱们介绍了这个恒大现在要求清退这个高管的工资，退15%，然后这个恒大财富的这个佣金也要清退，标志着恒大恐怕很快就要水落石出恒大3年前暴雷，现在处理了3年，是该到了这个叫揭盖子的时候。最终怎么处置，宣判的这一刻已经不远了。关于楼市最近各大机构，尤其是海外的机构先后对咱们的楼市发表了专题研报，尤其是针对咱们10万亿化债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做了好几个重要的预测。有的我们以前介绍过，第一个，比如高盛他预估如果未来没有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万亿级专项拯救资金。什么叫万亿级专项拯救资金呢？这一次10万亿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那高盛认为，未来如果你不出这样的专项，就专门救房地产的，比如说给钱给政府，让政府去收储这叫专项资金。高盛认为那中国的房价还有可能下跌3年，价格再下跌20%到25%。这个昨天咱们节目也介绍了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马官员，他对这个持不同意见。这高盛预估到2027年底，中国房价将会跌至2021年的1半。但是高盛也说如果未来1年有针对性房地产市场的万亿级专项拯救资金，那中国房价会在2025年底定下来。这是高盛的观点。那么摩根大通的观点呢，认为中国房价会在未来1到3年内稳定下来，但稳定不代表是价格反弹，很有可能是价格长期横盘。它是根据日本房地产的经验说日本房价在1992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长期下跌，持续了15年，到2009年稳定了下来。2009年这个日本的房价跌到它最高的价，就是1992年，那时候这是它最高价，正好也是1半，跌了1半。稳定下来之后它日本的房价开始横盘，又持续了12年，直到2021年，日本因为疫情大规模超发货币，房价则开始反弹。这个摩根大通认为咱们房地产走势跟日本类似，房价先跌1半，然后长期横盘。大家都说2021年日本的房价开始反弹，那弹了多少呢？摩根大通说日本现在的房价是它最高价，就是1992年的时候的61%，这还早着呢。所以大家不要听那些中介天天瞎忽悠，什么楼市还要暴涨，指着买房子致富。这个高盛摩根大通还有这个花旗银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房地产无论是快速企稳还是持续低迷下去，都没有太多的炒作空间。大规模的城镇化已告一段落，年轻刚需人口的数量也1年不如1年，这都意味着中国地产行业都很难回到2009年至2017年爆炸式扩张和超高速增长，能够稳住房价，保持行业不再收缩，将是未来10年中国地产行业的常态。所以作为韭菜不要老想着在房地产这儿下赌注，除了刚需房没有办法，被逼做出人生选择，其他的人呢完全没必要。这个彭博社11月26号援引惠誉评级地区亚太地区企业评级董事总经理这个王颖的话说以中国官方数据衡量，中国新房价格明年将再下跌5%，与今年的跌幅大致相当。同时新房销售预计将再下跌10%。这个惠誉评级机构的这个王颖说房地产行业拐点尚未到来。他指出，最近市场的回暖能否持续，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那按照惠誉的说法，明年那是房价和销售面积是双下降，房价跌5%，销售
面积跌10%。9月底啊，咱们出台了很多救市措施。10月份、11月份这个销售面积啊，这个楼市啊稍微暖和了一下，导致很多啊这专家学者就是国内的纷纷又开始看多了。这个彭博社援引摩根大通报告说啊，预计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第2任期内的贸易政策会发生转变，包括大幅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这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高达15%。摩根大通分析师发布为风暴做好准备报告，预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税将从目前20%提高到60%，新关税也将打击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进口商品。分析师认为啊，中国政府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并征收同等关税来支持国民经济。中国2025年 GDP 增长率可能会下滑1个百分点，3.9%。摩根大通认为咱们应对的办法就是人民币贬值，这个恐怕已经成为共识啊。至于贬多少，这个大家都在争议。人民币贬值啊，导致外资恐怕要流出，外资一流出，咱们的房价那就更加承压。我们看看这个香港楼市啊，根据证券时报报道啊，这个香港楼市啊也有好消息，香港房价结束5连跌。业内人士说啊，原因有3。11月27日，香港差响物业估价署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香港私人住宅楼价格指数回落至290.1点，同比下跌9.91%，环比上升0.62%，结束5个月跌势。今年前10个月累计下跌6.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者表示，香港房价最近回升的原因有3个。首先，香港的房价和利率关系非常大。最近几个月，美国降息对香港楼市影响不小，中小型单位的租金回报率已上涨到3.5%。其次，港股出现明显回升，近2个月见底回升啊，带动楼市活跃。第三，之前香港最近3年的房价调整，房价下跌25%左右，部分购房者觉得价格比较合适，开始出手买房，带动价格回升。不管怎么说啊，香港的房价止跌回稳了，这个对咱们内地的房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吧？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是香港的这个房价能不能稳住，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也有可能是下跌过程中的反弹，跌得太多弹一下。最主要是美联储的降息，因为香港港币跟美元它是联席汇率，你可以把港币理解成就是美元，美元一降息，那港币它那边也降息，一降息对房地产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啊，至少它的租金回报率啊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个算是个积极信号啊，但是要看它的持续性，是不是1-2个月以后啊它又是掉头向下，这谁也说不好啊。最近网上比较热闹的啊，大家舆论比较关注的就是山东平阴县卖田的事情。前阵子咱们也介绍了啊，这山东平阴县呢，他把这个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拿来拍卖，要卖9个亿，所以引起这个网上一片热议啊。大家认为啊，这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走到头了，现在开始向天空财政转型，换赛道了。这样下去的话，那不就要卖空气吗？还有网友说啊，阳光也可以卖，阳光也是自然资源呢，凭什么就白用啊？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平阴县宣传部门对网上的舆论呢进行了回应，他说啊，此次公开招标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主要是基于平阴县2座机场及配套设施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低空经济项目的运营和维护，并不涉及低空空域等家公共资源类的服务。实际上在我看来啊，这都是地方政府被逼的，缺钱没办法。咱们一直说啊，就是你的信用靠什么支撑呢？对银行来说啊，你只要有抵押物你就可以借钱。你通俗的这么说啊，那抵押物什么东西呢？一般的是土地、矿产、股权等等啊。但是一个地方政府啊，它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它是有限的。你比如说土地它只有那么多，矿产也只有那么多，所有的股权它的企业只有那么多，那把这所有的东西都给银行压上，该贷的都贷完了，没有东西可以抵押去借钱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再借钱怎么办呢？就得创造信用啊，就得找更多的抵押物。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因为缺钱没办法，叫人挪活，树挪死，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所以他就绞尽脑汁的要搞个概念出来，叫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被网上一炒之后啊，他发现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空域啊还没有划分，是国家的，是国家事权，不是地方事权。
也就是说啊，地方政府它没权利出让、转让这个什么空域的经营权、所有权，这都不是他的。你说这不是闹笑话了吗？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干呢？实际上啊，他就是搞一个概念出来，这玩意啊，到底有没有人经营，能不能赚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银行认不认。你银行认，对吧？然后这个国企把它一拍卖，把它拿下，然后抵押给银行，从银行把钱贷出来，这是真正的目的。因为地方政府他手上确实没东西押给银行了，那我把天空押给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搞一个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就我想知道啊，你一个平阴县，它那个天空资源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特许经营期间负责低空经济项目运营和维护，这个怎么把9个亿赚回来？值9个亿吗？那低空经济项目是啥？我估计啊，就是我们只能想，恐怕就是这个，比如说考飞机驾照、小型飞机训练啊，民用嘛，现在不流行吗？但这个能值9个亿吗？正好现在资本市场啊，网上不是流行低空经济吗？对吧？这个低空经济板块动不动涨停，所以啊，这个地方政府还是逼急了，没办法。既然你资本市场有低空经济板块，那咱们就得落实啊，咱也搞个低空经济，先从银行搞笔钱花一花再说。说来说去啊，都是土地财政搞不下去了，走投无路啊，只能搞这些花活。最近啊，网上一篇文章叫3、4线楼市将走向何方，这个作者叫刘晓博啊，他的文章挺长的啊，我只是介绍一下他的观点。他说9月末的新政以来，楼市出现了新变化，1线城市有所回暖，企稳的目标基本达到，2线城市分化严重，少数强2线城市跟上了1线的脚步，但大部分2线城市仍然在观望，3、4线城市则仍然普遍偏冷。特朗普单选之后，形势又有新的变化，美联储降息空间减少，股市波动性加大，购房者观望情绪所上升，市场在等新一轮增量政策出台。所以啊，文章认为啊，3、4线城市楼市的未来，它是主要看2个标准，第一是权，第二是钱。当然了，它所谓的权啊，指的是这个城市的能级，它叫城市的级别。房地产行业里面喜欢讲能级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默认为2线或以上，普通地级市绝大部分都是3线或4线，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苏州、无锡、东莞、佛山。当然了，你跟这个北京、上海挨着近的，那也得例外。你比如说燕郊、廊坊，你说它是什么级别？但是它因为挨着北京近。第二个，他说看钱，也就是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也就是大家习惯所说的资金总量，就是一个地区你这个城市的 GDP 总量，它只是个财富的增量。还要看它这个叫什么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也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呢，他手上到底有多少钱存在银行。他的意思是，银行存款越多，那你这个地方房价未来有可能就涨，就有涨的基础，他有钱呢。他还列了全国各地啊各个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对吧？杭州、广州、成都这些地方的资金总量。文章认为啊，大部分3、4线城市的不动产未来投资价值不高，金融属性基本没有。原因很简单，是供应量太大，而人口增量越来越少，很多地方人口流失加剧。他通过数据统计啊，说啊，大部分3、4线城市的城区幼儿人数是增长缓慢，甚至流失。甘肃有一个县呢，说2024年到现在为止，一共只有5个小孩出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难以想象。他这文章的最后结论啊，他说很多地级市新房去化周期已经超过60个月，个别甚至达到了100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啊，连续5到8年不卖地才能消化完。在普通地级市，本地居民家庭动辄拥有3、5套房子，再加上外来人口比较少，房屋出租难度很大，卖不掉、租不出、用不完，让这部分资产长期被冻结。一旦开征房地产税，增加持有成本，可能打破价格僵局，带来一波急跌。所以普通3、4线城市的不动产只有自用价值，也就是住的价值，而基本没有投资价值，金融属性不断走低。当然了，这个有利有弊啊，对投资的来说它是有坏处的，就不值得投资。有利的一面呢，你的房地产回归住的这个属性，实际上对年轻人是好事。没有房的啊，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买房，价格能够承担，能够负担得起啊。但问题是，往往这样的城市它也没有好的工作岗位，所以这叫两难呢。你工作的地方那房价很高，买不起；买得起的地方它提供不了合适的工作。所以我们总是说啊，中国的房地产它这个结构性矛盾呢。你要说图便宜，鹤岗的房子很便宜，鹤岗的房子3、4万一套很多，关键是全国像鹤岗这些城市现在越来越多。
多，但是大家还是抱怨房价高，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杭州、在成都、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但是这些地方房价又高的离谱。我们再看一篇报道啊，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前一阵子咱们不是热潮原拆原建吗？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原拆原建有小区拖了7年仍未成功，叫原拆原建的痛与难。有小区晚上10点还在签约同意，有小区拖了7年仍未成功。居民不花钱，政府补贴过渡期租房，为何在部分小区遭到拒绝？11月24日，上海浦东新区海房新增不成套旧住房改造，100%签约，居民们热火朝天，准备搬家过渡。而就在几天前，长宁区天山5旧住房改造拆除重建意见征询宣告止，普陀区甘泉3村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公告停止。停止的原因不外乎征询同意率未达到最低要求，或签约率未达到100%。上海长宁区天山5村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天山5村属于长宁区正中心，区正对面在建的金耀虹桥是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去年2号线、15号线娄山关地铁站只需步行5到10分钟，2条地铁纵横通达上海各个角落。实际上说，天山5村的部分楼栋居民非常不便。居民张女士透露，有很多没为合用，即使有独用，也不是一门关，也就是那种套内独用啊。厨卫和房间被一条公共走廊隔开。今年9月18号，这些居民终于等来了希望，8栋房屋拆除建项目开始了为期60天的书面征询。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我家同意啊，即使拆迁，同地段电梯新房也买不回来，而且时间也是成本。居民悠悠在微信群里表态，当改造项目整体覆盖712镇，众口难调的问题在天山5村被一再放大，最终712镇中签署同意的仅19镇，也就是它那个镇就是返本吧，一共是涉及到712个返本，那只有519个返本同意。意见征询同意率为 72.89%， 一纸公告宣布了书面征询工作的停止。事实上，相关部门对天山5村的改建征询工作一直在进行。从居民提供的一份过往公告来看，2017年9月也曾进行过天山5村地块部分房屋改造意愿征询。具有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或租赁公房凭证的居民都需要填写和改造意愿征询意见书。说，但遗憾的是，改造始终未能顺利开展。强烈希望原拆原建的居民在征询期间曾经表示，每次都满怀希望的去签字，每次都得到失望的结果。对于实际使用面积的困难，有居民讨论是否可以出一个折中方案，不想多出钱的就按照实际面积和政策拆一还一，愿意出钱的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相应面积。比如老房子是40平米，想要80平米的2房1厅新房，多出来的40平米就按照市场价买下来。这个拆一还一的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个政策啊？根据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新设计住房套型设计，依据原户套型结构及居住空间分配情况进行设计及分配，各户型居室使用面积不小于原使用面积。拆除重建项目，原房型如果是1户室，设计上还是给1户室，原来1套房也是给1套房。本次天山5村部分拆除重建项目设计方案经过多次优化，不论在建筑面积增量以及过渡费、奖励费等方面，比同类型拆除建项目都更有优势。那居民为什么不同意呢？由于2009年前后拆迁的预期强，有一部分购买二手房的天山5村业主拆一还一的意愿就不强烈了，毕竟直接拆迁带来的收益更大。而近期上海部分小区动迁的高额补偿，也导致了部分居民对拆一还一方案不满，所以一拖就是7年了。说这个新闻什么意思呢？前一阵子不是有很多人跑到杭州、跑到上海买这个原拆原建的房子吗？号称啊要原拆原建，跑去投资。别的不说啊，如果顺利的话，即便原拆原建顺利，那也2年；不顺利呢，拖个7年、8年、10年的，说不定还拆不了。也就是原拆
原件也有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个风险倒不一定说是赔钱，但是它旷日持久啊，它耗精力啊，你满心欢喜的等着，本来一买2-3年以后原拆原件你捡漏了，你占便宜，但事实上有很多原拆原件拆不了，一拆10年。所以说啊，这奔着投资去的这些都有风险。最后我们再看一个乌龙啊，这个乌龙很有意思，这个是澎湃新闻报道啊，说神秘富豪4.5亿元杭州抢地未成交，回应自然人不符合竞买要求。杭州钱塘区大沙单元有个地块啊，最终归属再生变数。该地块曾在杭州第18批住宅用地出让中拍出 64.55% 的高溢价率，创下今年以来新高。11月20号，杭州挂牌出让3宗住宅地块，地块分别位于上城区、萧山区以及钱塘区，地块起始总价约 39.57亿元。其中杭正楚这个地块啊，出现自然人竞拍，就是个人名义啊跑去竞拍。关键是啊，该地块经过35轮竞价后，最高有效报价4亿4611万元，就是 4.46亿啊。彼时地块原竞买页面显示，竞得入选人为洪礼昌，这是个人啊。不过后续竞买页面更新为该资源未成交。11月28日，澎湃新闻致电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分局，相关内部人士表示，住宅用地要求有房地产开发资质，自然人办不出来，不符合竞买要求。据悉，上述地块后续将重新挂牌竞拍。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是政府部门挂牌这个土地竞拍啊！你报名的人你不审核资质吗？这个我估计大家都想不通啊！你参拍，你不仅要报名，你还得交保证金呢。也就是说，这个叫洪礼昌的人，他以个人名义去参拍，完了交了保证金。杭州啊，这个土地局把人钱收了，人家参拍以 4.6亿的价格把这地买到手了，最后告诉人家，你没有资格，你这不是闹剧吗？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杭州这个土拍市场一乱，第二个不存在什么把关不把关，地挂出去只要有人买就行，饥不择食啊，至于他有没有资质管不着，只要他愿意出钱买，这不是个大乌龙吗？从这儿啊，我看到的是杭州土地市场的乱象，闹大笑话了，不带这么玩的。关键这个人还35轮竞价呀，就不停的出价，他一般的出价是50块钱，50万一个档次。我没看啊，不同的拍卖是不一样啊，有的是就是最低价格是25万，往上加呀，你不能一块一块的加，别人交1个亿，你交1个亿加1块，那不行的，你最少加价就25万或者50万，他得有个规定。然后35轮竞价之后，最后告诉我说你没有资格，是因为洪昌里他最后竞得了这个地块。如果啊洪昌里参与竞拍之后，是由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最后拿到了，这里面会出现纠纷呢。什么纠纷呢？那比如说啊，是这个万科跟这个洪礼昌2个人竞拍，那就跟那个炸金花一样的赌博。你这个洪礼昌，反正你是玩命的，就在里面拱火浇油啊，你这是不是？反正你最后也不是真拿这个地，你没有资质啊。结果你拱火浇油拱到这个地4.6个亿被万科拿了，万科他会不会跟这个杭州土地局打官司啊？对吧？你怎么弄了个搅局的来把这价格抬上去了？如果没有洪礼昌，那万科这个地恐怕2个亿就拿到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啊？你说居然出现这么混乱的现状，幸好啊，最终是洪礼昌他拿下了。所以按照张兰定律啊，是不是杭州所有的土拍都有这种人在里面，只是没有按剧本搞好，拍冒了。我还是以万科为例啊，万科一看我不出价了，让你成交去，所以人家露馅了，这是合理怀疑啊。这就是为什么杭州那个地价越拍越高啊，还有多少个托在里面呢？这个时候说人家没有土地开发资质，这不相当于耍赖吗？所以怎么看啊，这里面怎么就不寻常，迷雾重重啊，有猫腻。总之啊，杭州这个楼市啊，还是秉承着一个炒字，对吧？还在炒房子，还想走老路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